太后，这场火射得起，射得好啊！啥不是相夫谁长福？安保朝廷要起想他是虚心女子，烈士后忠孝王是刚毅渡尽一团火。他两家早已结丝路，岂肯呀世界的希望被何方兵权独在他父子孙，倘有儿心必起哄。关系嘛，是啊。我也知他贫穷在无非儿媳，因此下场不相依。关顾刚平息，再动来朝廷也经不起，这是王儿一向诚心观，在两间之间万须踏实，我的兄来欣赏你。启禀太儿，李丞相求见。哦，每位家的旨意，赵忠大人治了老太师，无朝不得觐见，他一早去见于我，也定是太儿，你我参此，先团一团他的口气，所以有这座道理。好，宣丞相。是。
免礼，谢太后。哦，老太师爱好，丞相好，是说谢寿。丞相一早今天，莫非有什么急事吗？哦，太后。令多少年描述为臣杀边疆，从此我把兵小子长记心。为其国泰与民安，神魂长保是了经。今日我提前送受礼，先已在我亲手描绘的国事业，免太后若体受风爱。愿太后万寿无疆，长安宁。既成令家在今万事宜。你是安邦定国的故功臣，后来在温良延寿的精随心，离人在所少压文，月里台前才是为生，历朝纲都有三件事，皇太后宽恕才年轻，3年战争把必须。相能，至今地文有差错，清澈自言为不必。丞相，千里之言，莫非为了做办修经之事吗？修经
是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今世事充满相夫谁精神？问丞相在府中可修经？此乃是马王帅府家水不人，好在揭开取名的。是嘞，原来是一张虚惊喽，是一张虚惊啊，是一张虚惊。丞相，这一张虚惊莫想看，在星星之后后了缘，金榜一瓦莫属于何作小心保平安。常言道，君子奉为与必衰，望丞相，你要记早小米西红鸳呀！今日之夜，我领家端谢太师来中当，三虎是一直为人岂可在？下官心中已明了，这是相夫谁后是万下一老太师把心操，啥事公定有晴天娃呀，岂能报？不人生说不谁当千金子，更何况万岁太儿天子教，王太师子是多金人莫是那心上太受尽伤。妻子虽长见虽短，岂能有微笑过谁大道？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随去谁安慰？防护军与老太师做一家，内外精神明察去哦，明察去啊！太尉明察去哦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尉千岁。
还有言相告。这里有曾经主张一道尊正太后，请太后圣恩多。世人先请告退，别谢太后。